即摆愈来愈侪人饲特殊宠物，但是对你来的都是愈来愈侪宠物，互主人来放杀。像爱兔仔协会，单台认养的兔仔高达200只，爱饲协会所收养的猪仔鼠数量更加是过去的10倍。也有一位住伫高雄的环境教育的规划师林俊豪，因为有动植物的专业，16年前伊开始收养防弃养的特殊宠物，到今种类已经超过40外种了。即卖伊的厝内有8米圆形、青豆丁、蠓蛇、象龟、甲鳝红啊等等，都必须是民间动物的收容所。特殊宠物防弃养的问题到底有偌严重？防弃养的特殊宠物会为台湾带来什么款的难题？继续来看报道。绝大部分的特殊宠物跑出去，它只是变成一只迷失的小动物，很可能在这个迷失过程中就失去生命。现在大部分的人养宠物是冲动性购买，他把它当成商品，养的初衷是好可爱哦，不可爱了就弃养。宠物的流行是一窝蜂，下一个部分就是弃养，弃养之后它又没绝育之后，它会造成生态的浩劫。我自己觉得它已经失控了啦。它是我们从防疫所收养回来的，这只是女生，她叫欧腾。欧腾乖，你看很乖，很可爱。乌白境界乌藤，只看到林俊豪接近威力，买了药咧，就随欢喜挖过来晒奶。非常亲人啊，不然照理讲，看到人应该是会跑的。这个一看就是人养的，跟人这么好。拍拍。唔惊催婚，黏贴贴的乌藤是林俊豪收养的第3只合主人弃养的小兄弟。我们从防疫所收养回来的。我们这边之前有一只更大只的迷猪叫欧康。这么大只，那是我从人家弃养在路边，然后我去路边把它接回来。动物的成长，年纪越来越大，体型也会相对越来越大的状态之下，譬如说你一只迷你猪这么大的时候，你养在大一点的狗是可以接受的。等到再大一点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狗笼装不下了，那个时候就会造成你没办法继续养它了，那就弃养。有环境教育认证的林俊豪，大学读新闻地理，严格伊对动物有兴趣，就家己研究。2007年，伊伫屏东收养合主人弃养的特殊宠物，18年来收养超过40多种。其实鳄龟看起来很凶猛，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凶猛。来晒一下太阳。民众弃养的，不知道谁弃养的，弃养在宜兰河，然后被民众看到了，打电话消防队报案，消防队就去抓。然后送到宜兰大学，那我们再去宜兰大学把它接回来。除了酷龟，还有几来只象龟、长颔龟、青豆丁、蠓蛇等等的汤拖类，甚至还有来自北美洲这另类的动物。拿出来玩。哇！这是北美浣熊，它叫做汉堡。还是我朋友拜托我收养它的，因为他跟他女朋友认识的时候，去屏东买了一只小浣熊，2个人分手。然后它就变弃婴的。浣熊其实是一种很聪明，然后很有力气、很有好奇心，他们很喜欢探索、搞破坏的动物。很多人养了之后发现，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适合养在家里面，所以开始会有一些浣熊在找收养或弃养的状况。林俊豪厝内饲2只马形，含1只560公斤重的象龟，拢是去互主人弃养的宠物。前主人在宠物店买的时候呢，是小龟，就幼龟，然后大概5、6公分而已，然后并不晓得它会长这么大。那养了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，发现体型越来越大，食量也很大。最大的压力来源就是，因为苏卡达象龟有挖掘的习性，在前饲主家里面，它的衣柜啊、沙发啊、床啊、书桌啊，这都被破坏得很严重，就对了，造成了很大的困扰，所以就没办法，就必须得送养它。所以我们就是用2块的高度阻挡它，可是也可以明显的看到上面有非常多它去刨的痕迹。林俊豪虽然会看主人的状况上用，严格为动物，真少有人愿意领养。这边有一只中华鳖，小朋友去夜市玩的时候，把那个戳戳乐，就戳到的奖品呢是2只小鳖，那带回家的第1天就被咬了，然后家长的反应就很激烈，就想说不能再养，鳖比较不会有人要领养。因为大家对它的认知是食物嘛，
会收养这么侪特殊的宠物，因为目前伫台湾，敢若9个县市的动保单位有能力收养非鸟狗的动物。台南除了鸟狗，就敢若收养鸟仔类。桃园动保处目前收养鸟仔类、鸟车类，也阁有占龟。要到10批仓库，超过30只的动物，拢总是一个照护员来负责。4、5个小时以上都会待在这里，清洁啊，还有一些做一些特殊的照顾啊，像譬如受伤了需要擦药啊，兔子啊可以帮它梳毛啊，甚至带它们去洗个澡。非鸟狗类特殊宠物的收养量大量增加。但台主人领回的公告，短短2个月也是真大塔，是碰见也是启用，真歹界定。最新的就是今天11月28就有公告新的，就像鹌鹑3只，最旧的可能就是9月左右，比较有机会领养出去的，像鹦鹉那些的话，我们就会就是透过这次领养会去媒合跟民众去给他有一个新的家，每个月几号并不一定，是看我们收容的数量。那如果说真的太多，比如说像鸽子的部分，我们就会先送去我们的像配合的牧场。动保处收养特殊宠物的难题，除了空间、人力，还有专业资源。基隆市有收养能力，无安置空间；嘉义市欠专业人力，也无专业培训。宜兰县有收养，同款无专业的培训。其他县市完全无非鸟狗类收养的业务。若是民众发现红弃养的特殊宠物，敢会当家己处理，或者是找民间团体帮忙。最大宗是来自于繁殖场，然后再来就会是民众在路上捡到，然后第3个就会是动保的委托，民众会先送去动保，动保在招领过后就会送给我们，请我们做医疗的照顾跟那个后面的安置跟送养。看起来圆滚滚的占位，虽然真高水，又完想袂过红气用的命运。我们还遇到过在河边发现、水沟发现的、田里面发现的、垃圾场发现的、垃圾车附近的。这一只被民众丢在1000公尺的高山上，露营地的那个场主通知我们说有人丢2只。不过好险有被发现，因为那阵子下雨又冷。收养量赶袂赴占位红气用的速度，动保团体是真无奈。尤其因经过野外求生，或者是来自生态场所，定有健康问题。它也是少1只脚，我们救到它的时候，它的脚断掉。它那时候救到它才2周，被人家丢在那个荔枝园里面。这个是那个新北动保委托我们帮忙安置的。现在是在帮它点鼻。对，那个是鼻炎药。医生说有可能是前事主用不好的东西养，然后他吸进去没有去看医生，然后就出不来，在里面钙化了。所以它就有慢性的鼻炎。我觉得最深刻的大概就是去年我们同一个繁殖场，它弃养的动物出来的那个脸全部都看不到，就是很严重的疥藓虫感染，平均1个月的医疗大概就是5万多块，最少的状况就是5万多块。那如果很频繁的话，可能曾经也达到数十万。那这只因为它的伤口偶尔会流一些组织液或血水。大笔的医疗费用，互外科募款营运的占位协会无法度负担，加上欠人力，敢会当暂停收养新个案。今年刚好到100号，其实还是陆续有民众在通报我们。超过100号的话，就表示我们的医疗没办法达到我们的标准了。现在是停止收案的状况。无健康的占位送养，恐惊会陷入另外一个弃养的轮回。同款碰到这个状况的是宠物市。我们这边是爱鼠协会的收容中心，然后现在目前现场大概有300只左右的老鼠，有一些是弃养，然后大部分是因为它们繁殖失控。去年有接到一个上百只的案件，像我们这个现场的天竺鼠呢，都在送养当中，它已经3岁了。阿姨，可以给抱吗？哦哟，你好乖哦。它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。有超过半年吗？有，因为我们现在天竺鼠量太多。协会目前收养的宠物市种类有10几种，第一市都超过150只，
占总数的一半。天竺鼠车车出来之前呢，我们的收容量大概只有1/10，上映之后，我们的收容量暴增10倍。天竺鼠的饲养的人变多，它的问题自然就会变多。现在我们天竺鼠已经禁收了，就是必须要先把现有的送完了，才有办法再继续做救援。这边主要都是帮助一些它真的已经要失控了。说是它已经失控的，还有一些它已经被丢在路边，然后我们也找不到它的饲主的那些弃鼠，像很多鼠它直接被连笼带鼠这样丢在垃圾场里面。面对着收容压力的成本，也有拖瓦。人帮两地爱兔协会加上中度之家弃用的兔瓦，至少200只。有可能是因为兔年的关系，所以其实从年初我们才第1个月而已，我们就收容了大概60-70只了。第2季就已经到达我们的上限，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收容。现在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老年的兔子或者是生病的兔子，他们就越来越难，他们会比较难送养。那这一些老年或者是生病的兔逐年一直累积下来，就越来越多。过去真疼惜，如今煞放于流浪，若无人认养，就渐渐伫收容单位点甲归往。这个现象，互台湾特殊宠物弃养的问题特别失控。我自己觉得它已经失控了。动物是你买来的嘛，你照顾的嘛，所以人的因素呢，造成了动物的大量的被弃养。法律越没有规范的动物，弃养的频率会越高。大部分的人养宠物是冲动性购买，他把它当成商品，所以只要4个字就可以养，好可爱哦。不能每一只宠物养买进来就像是犬猫一样照顾，因为那是完全不同物种，需求都是不同。饲养一个物种之前真的是得需要做好功课，养乌龟不是1辈子的事，可能是3辈子的事。动物团体和专家拢建议为源头管控，包括主人的资格和饲动物的条件、贩卖源头和生产业者的专业训练，拢应该制定更加明确的法规，弃养的问题才会停止。政府端到底能不能说预先设想说，好，如果你今天要饲养，那我需要给你一些什么样条件的限制，然后你需要做什么样的登记，让政府知道说，哦，有一只这个动物是谁在养着。可爱的名字、吸引人的名字，甚至你去推销它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但是我觉得要配套做，业者的责任在于必须明确的告知，而且业者进行宠物贩售、销售的店员或者是店长或者经营者，他必须得有专业训练，而不是当成商品一样进货卖出。接触通托类10档的红顶羊，若介意通托，嘛经营宠物店，家己生产贩卖。伊讲到目前伫台湾生产业者无法通管的腐蚀地带，认为更较严格法规才会当保障动物的福利。我们对于很多的法规的设立是非常乐观其成的，因为像以前的状况是我们完全没有法可以遵守，我们其实想要做得更好，我们也不太确定要怎么做，没有办法善于使用网络去查询国外的一些资讯或文献，那他们会更窒碍难行。不管是针对业者还是针对饲主，我都希望有一个更完善的管理制度。像瑞士这些国家，他们都是会有很明确的规定说，你养仓鼠你要先做好什么准备，你甚至要上课，你要取得证明说你有那个资格才可以去做饲养。比如说你要想要养狗，他会来看你的院子状态，看你的居家的环境状况，其实跟领养小孩很像。他们会有访视员到家看你的家庭环境适不适合饲养这只动物。然后他们的宠物店不卖活体，对，所以你必须要只能透过政府单位的，比如收容单位去认养取得。台湾还有很多是那种邻居的小狗生了啊，那在哪里捡到一窝小狗啊，就分出来领养，对吧？然后可是，在欧洲国家几乎没有这样的事情啊。台湾饲特殊宠物的人愈来愈多。2021年，动保署成立宠物管理科，新北市动保处嘛当咧对鸟仔、兔仔、蛇、龟、还有鼠设定饲养的规则。伫动保法嘛有讲到弃养动物一当罚3万到15万，也毋过执法有缘面对挑战。我们也开放了我们的宠物登记系统，针对小型哺乳类动物，它可以植入晶片去做登记的一个方式。法规强制登记的部分，都有人不登记了。犬猫以外的宠物事实上相对比较多元。
那我们现在在司里面也开始针对，因为像比较先进的国家，像欧洲，他们有针对就是饲养宠物的部分，他们有订定所谓的黑名单或者白名单。那我们也朝向说这个部分未来会有针对宠物的部分，第一个是不是要去做分级管理？或者哪一些动物是绝对禁止饲养的，那哪一些动物是有条件可以饲养的，那这些部分我们都还在研拟当中。想要挖进自然，刷正歹准则和动物之间的距离，当动物变宠物，宠物变商品，又该面对着什么款的命运？像这些特殊宠物，大部分情况下是比较接近陪伴跟玩赏型的，饲主本身对这件事情的要求其实会比较高，那政府其实也比较有力量去要求说，那你饲养特定的特殊宠物需要一些证照，这时候特殊宠物就显得它很重要。就是我觉得要推这件事情，要先从特殊宠物来。绝大部分的特殊宠物跑出去不会变成外来种，它只是变成一只迷失的小动物，然后很可能在这个迷失过程中就失去生命。台湾的弃养问题所带来的生态危机，将来唔捌消息。除了鼓励饲养代替开钱买，政府嘛应该爱有全面检讨生态，含管卖动物乱上弃票，而且列入法规管理，才会当幸福无辜的动物，无妨重视的生存权。